市长的精神哦，是多么的令人感动啊！是不是？借大家鼓掌一下，感谢他。今天因为是我们只要他到的地方，永远都是人气满满的了所以民调冷冰冰，人气热乎乎，大家说这样对不对啊？在这里也要恳托所有的庶民好朋友，还有我们蓝军支持者，一定要支持我们的郑正全新竹市的立法委员候选人，一定也要把他送进立法院。大家说这样好不好？好，拜托我们在场的每一位，动员你所有可能动员的朋友、亲戚，还有工具，尤其是手机，一起来帮韩总打赢这场胜仗，因为这场仗关系了我们好多人的未来。那在这过程当中，我先呼应一下我们许修睿议长我们的主任委员他所提的一个状态：你越黑，我越挺。你的问题是不是完全没有搞清楚问题？你本身的问题就没有搞清楚问题，因为是银行贷款，你为什么问题说花7200万买房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像银行贷款，你的问题似乎完全是在误导的感觉。我不知道你是哪个。3月几天就是有民进党立委爆料豪宅的事情，可以帮我们立委对有爆料南港豪宅的事情，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南港豪宅是什么时候买出，什么时候卖出？大概我当台北农产总经理前1年吧，就订了这个房子，然后定下来之后，因为在捷运站旁边，总是希望在台北市有一栋比较交通方便的房子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，发现银行贷款的利息还有本金实在太高，无力支付，所以就等于是认赔，就抛出去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因为买房子，银行贷款，然后因为实在是太吃力了，没有办法再缴得起，就把它卖掉。这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事情，我不晓得跟特权或者什么有什么关系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市长有人说是叫假庶民，你怎么看？我想到像这个房子买卖就是非常单纯的事情，然后也因为财务的压力，所以把它让给别人，好不好？市长，外界比较好奇是您失业期间为什么会有7200万可以买豪宅？你的问题是不是完全没有搞清楚问题？你本身的问题就没有搞清楚问题，因为是银行贷款，你为什么问题说花7200万买房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像银行贷款，你的问题似乎完全是在误导的感觉。我不知道你是哪个媒体的。市长，今天早上哪一个媒体可以讲吗？市长今天早上到63例啊，好。今天早上到台阳科技的行程，因为有一直改来改去，是不是因我为台阳？再重申一遍，我不是拿7200万去买房子，是因为没有这么多现金，所以去向银行贷款。若干年之后，因为财务有压力，所以不得不忍痛把它让给别人。什么叫做拿7200万去买房子？你提的问题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。市长有跟薛明志来见面，对不对？他有表达支持吗？薛董事长他希望站在高科技的一份子，贡献新竹科学园区跟台湾高科技产业这30多年，他希望政府能多倾听高科技产业的声音，也希望政府能够多帮助高科技界当他们的好朋友，让高科技界可以好好的来帮台湾经济来冲刺打拼。他觉得这一段时间，好像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需求，好像照顾的比较不够不足，他希望能够加强。他讲了很多点，我觉得对我来讲帮助很大。也是一个高阶，没有，我们没有谈到支持跟不支持，他就有谈到高科技产业界一个新政。他希望我能够倾听进去，我觉得他讲的一些点非常有道理，包括人才的培育包括高科技在全球的布局的时候，需要政府怎么来协助他。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好，对我帮助很大。早上因为到台阳行程有改来改去，是因为台阳科技的大股东是鸿海吗？还是有什么其他考量？为什么会更改？早上什么改善行程？我们尊重主办单位，他希望用这样的一个闭门会议室的方式，我们来。这个闭门会议的方式，大家来交换意见，完全尊重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，黄光齐，谢谢。